丽的成长书。贝安斯坦熊，妈妈上班去。作者史丹·贝安斯坦和珍·贝安斯坦。当妈妈太晚回家吃晚饭时，小熊们和熊爸爸会作何感受呢？贝安斯坦熊一家住在熊国，他们住的大树屋就位在阳光普照的泥土路旁。他们是一个快乐的家庭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的生活都非常充实。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。熊爸爸要砍柴，并处理木材，然后把它们制作成令他引以为傲的精美家具出售。熊妈妈不但要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起居，还要打理树屋和家里的菜园。当然啦，熊哥哥和熊妹妹也有很重要的工作，他们要上学，并且认真读书写功课。贝安斯坦熊一家也各自有不同的嗜好。熊爸爸喜欢钓鱼和打盹，他打盹的次数跟他钓到的鱼几乎一样多。熊哥哥和熊妹妹也有许多嗜好。熊哥哥特别以他的模型飞机为傲，他喜欢熊妈妈看他试飞模型飞机，有时候熊妈妈也会帮忙他试飞拉绳飞机。熊妹妹超级会跳绳，她的目标是要连续跳1000下不中断。她喜欢熊妈妈替她数跳了几下，因为她跳的速度比她自己数的速度还要快。因为熊妈妈每天忙于家务，她只有时间从事一样嗜好，一样非常厉害的嗜好。熊妈妈做的拼布棉被是熊国最棒的。她的棉被轻盈又蓬松，还十分保暖。棉被上的刺绣平整又精致，图样设计更是丰富又独特。熊妹妹每天睡觉时盖的那张舒适又温暖的被子，上面的图案是她在跳绳的样子。熊哥哥的被子上面则是一架漂亮的模型飞机，而熊爸爸和熊妈妈盖的大棉被上面则是贝安斯坦熊家美丽的大树屋。是的，贝安斯坦熊一家过得快乐、忙碌又充实，尤其是熊妈妈。亲爱的，当熊妈妈在菜园里工作时，熊爸爸喊道：“如果不麻烦的话，请帮忙收集一些蚯蚓给我当鱼饵，好吗？”妈妈，你看！熊哥哥大喊：“我要去试飞我新做好的双翼飞机！”妈妈，我要挑战跳1000下。熊妹妹说：“你可以帮我数吗？”这实在是有点太忙碌了。熊妈妈有时心里会有这种想法，她很想要有多一点的时间来做拼布棉被，因为总有一些很棒的设计新点子是她想尝试的。白云间的阳光和天上飞的青鸟，由花朵和蝴蝶组成的美丽图案，以及由南瓜和节瓜所组成的丰收画面。但时间似乎永远都不够用。
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，改变了贝安斯坦熊一家的生活。这件事让妈妈的拼布棉被从一项嗜好变成了一门生意。这一切应该都是个巧合，也就是当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。这两件事情分别是：熊爸爸举办了一个展售会，要出售一些非常特别的家具，而那天熊妈妈正好要晒棉被。来买熊爸爸那些漂亮家具的客人，看到熊妈妈的拼布棉被，都非常惊奇，并且想要买下它们。而且这些客人愿意付很多钱来买。当熊妈妈告诉他们这些棉被并不是要卖时，客人都非常失望。以你的才能，你真的应该做这门生意。他们说。熊妈妈做生意。爸爸拍拍妈妈的肩膀说：我想不用了吧，家里有我做生意就够了。但熊妈妈却不是这么确定，她对自己制作拼布棉被的技术和知识引以为傲。毕竟她以前可是熊国拼布棉被社团的社长，其他的成员经常来向他请教问题和寻求帮助。那天晚上，熊爸爸和小熊们都注意到妈妈非常的安静。吃晚餐的时候，她很安静；收拾碗盘的时候，她也很安静。整个晚上，她一句话都没说。熊妈妈很安静，是因为她不停地在想一件事，她想要开始做生意。隔天午餐时，她郑重宣布了一件事：我决定要开一间拼布棉被店。她说：我已经租下了前面一间空的店面。该不会是那间空了好几年都没人整理的破旧店面吧？熊爸爸抗议道。可是你不会想做生意的。熊妹妹说。你是我们的妈妈。这不应该是我不开店的理由，很多妈妈都有自己的工作啊。灰熊太太是保姆，蜜糖熊太太是老师，灰熊医师是你们的小儿科医生。是没错，熊哥哥说。可是他们不是我们的妈妈。没什么好担心的，熊妈妈说。大部分的事情都会跟以前一样的。那我跳绳的时候，你还会帮忙数跳了几下吗？熊妹妹问。那你还会看我试飞模型飞机吗？熊哥哥想知道。我的鱼耳朵。熊爸爸问。你整理菜园的时候，还是会帮我收集蚯蚓吗？这些事情我们再说吧。熊妈妈说。现在我必须去店里了，有一些拼布社团的朋友要来帮我准备开店的事情。然后还有……当熊妈妈转身要离去的时候，补充道：我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所以晚餐可能会晚一点开饭。拜拜。拜拜。爸爸说。拜拜。小熊们说。
那天晚上，晚餐的开饭时间不是只有晚一点而已，是晚很多。而且晚餐是熊爸爸和小熊们预备的，但他们并不介意，因为熊妈妈虽然很累，但是她非常开心，既开心又兴奋。跟你说哦，妈妈，当熊妹妹为妈妈端来晚餐时说：“我今天终于跳了1000下，是哥哥帮我数的。还有，妹妹帮忙我试飞我的拉绳飞机，我们的试飞非常成功。”熊哥哥补充：“然后我帮菜园除了草。”熊爸爸边说边拿了桶热水，让熊妈妈泡泡她疲惫的双脚。哇，我真以你们为荣。熊妈妈说。熊爸爸和小熊们也很以妈妈为荣。没有人知道棉被店是否会成功，但熊妈妈确实很努力地去尝试了。经过2个礼拜的努力，熊熊国拼布棉被店终于要开幕了。那真是一个盛大的开幕活动。熊妈妈不仅出售她自己做的拼布棉被，还帮社团所有成员出售他们制作的棉被。棉被店非常成功，甚至蜜罐市长与他的夫人也坐着长长的薰衣草色礼车来光顾。他们买了1条拼布棉被，还另外订了3条。这样吧，当熊妈妈关上店里的灯时说：“我们去熊熊汉堡店吃晚餐吧，我请客。”贝安斯坦熊一家吃着美味的汉堡，庆祝妈妈的成功。熊爸爸和小熊们非常以他们的老板太太和老板妈妈为傲。有熊妈妈一起赚钱，也挺不错的。